孙玉，我爸接到郑老师电话，说长安受伤了。他在哪里啊？你在哪？我来找你。好，我等你。爸，咱们走吧。哎，玉，爸爸不能陪你去了，而且等你回来的时候，爸爸可能已经不在了。你又要离开我们了？啊，不是，我跟你妈妈说，我要做你的榜样，所以我决定去自首。宝贝，对不起。爸，对不起，宝贝，爸爸说好要陪你的，对不起。爸，爸，我答应过要一直陪着你。你做的决定是对的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会去看你的，不会让你一个人。爸，赶紧去救你的朋友啊！快去吧，去啊，小心啊！爸，你是我的骄傲。儿子，你也永远是爸爸的骄傲。